被譽為最保值嘅黃金喺1月30號發生攞你命5000，由5500點每盎司急墜到4700幾。咁啊，番簡強就話啦嚇，喂，聽講美聯儲嗰個新主席咧嚇，呢條友係花崗岩枕頭嚟喎，硬過頭啊！佢打算搞翻起美元，所以黃金咪即刻跌咯。然後咧，阿四叔婆講啦嚇，菜加30% 保證金啊，梗係阿婆跑步啦。乜高佬權又話啦，喂，1年時間由2600衝到5600，坐火箭咁，泡沫吹到咁大，唔跌就有鬼咯。乜大隻講咧，仲拋出陰謀論添。喂，同一時間宣布提名主席又加保證金，擺明約埋一齊懟冧個金價噶啦。好啦，佢哋講到有板有眼咁喎，究竟呢場黃金插水嘅事故係點引發嘅呢？嗱，我今日就做下事後諸葛亮，同大家坐喺榕樹頭逐條拆清咗佢。最後亦都會講講，如果再有下次，點先可以通過判斷市場信號做到提前預警呢？1月30號，白宮提名咗 Calvin Walsh 做下一任嘅美聯儲主席。喂，呢條西裝友有咩咁把炮？一個提名啫喎，未當選，市場就咁大反應。嗱，佢唔單止咧係雅詩蘭黛嘅女婿嚇，咁啊仲喺大摩做過併購，喺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做過幕僚，喺美聯儲做過理事，即係咧華爾街、白宮、聯儲局三棲出身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攞住本學歷坐喺辦公室指點江山嗰啲嚇，而係見慣風浪嘅金融界老江湖。不過咧，導致黃金插水嘅唔係佢嘅出身，而係佢嘅底層心法，即係理念。佢曾經講過，美元呢個結算貨幣嘅地位唔係祖傳，亦都唔係必然嘅，係要靠一套打法撐住，靠一套體系去運作。如果我哋守得住，美金就坐得穩；守唔住，位置好容易俾人搶走嘅。咁正因為呢套心法，江湖將佢歸類為鷹派，即係作風好強硬，為咗達到目標咧，唔會同你左右兼顧，冇咁多條件講嘅。簡單概括，佢要重振美元。咁啊，大家之前嗰段時間咧嚇，咁啊驚咗特朗普會揾個聽晒佢話嘅敗家仔入主美聯儲，亂咁印錢，瘋狂減息，搞到美金咧變廢紙啊！所以啲機構咧即刻就上晒槓桿，炒作呢種風險情緒，金價一度衝到5500點。咁但係 Calvin Walsh 提名一出，市場見到呢位堅過石堅嘅坐館，即刻面色都青埋。呢班投機家就會覺得啦，喂，玩法變啦，收槓桿睇定啲先啦。最關鍵嘅係佢哋同一時間衝去一個窄門嗰度逃竄，咁會點啊？2個字，踩踏咯。不過換坐館呢，只係今次令到黃金跪低嘅第一刀，接住仲有第二刀，加保證金。今次上調履約保證金嘅叫芝加哥商品集團。嗱，我用買樓嚟比喻你就明㗎啦嚇。炒樓花要加首期，喂，全世界周街都買到黃金嘅，點解偏偏佢加首期，金價就會插水呢？因為佢係黃金期貨嘅總堂口，換手快過抽筋嘅，短短幾日嘅轉手量可以多過冚世界一年挖出嚟嘅黃金嘅總和。你哋平時買嗰啲紙黃金、黃金 ETF， 甚至實牌金價都要對標佢嘅報價嘅。啊，總之一句好犀利。今次加30%保證金，嗰啲玩槓桿嘅得2條路可以揀嘅啫，一係就補錢，一係就斬倉。咁點算呢？老虎蟹都跑啦，就好似政府突然間話：喂，買樓要加首期喎，咁市場會點啊？梗係突然間靜落嚟啦。好啦，前2刀劈落嚟，你都可以話係人為嘅，但係第3刀就係天理啦。佢斬嘅係垂直高度。大家擰翻轉頭睇下，之前黃金升得幾急啊！4個星期內抽高3成，衝到5600呢種歷史級嘅高位，成部垂直過山車咁。金融江湖咧叫呢種叫乾升。問題咧升到咁直，就等於係徒手爬鋼筋。雖然爬得快啊，但係倉位逼，槓桿重，個個都搏命向上爬，下面又冇安全網喎，即係支撐位薄弱。呢種咁嘅位咧唔使大地震啊，隨便一陣風一粒沙都足夠震到一堆人失手。最慘係咩啊？上面嗰個一跌就撞到下邊一堆人，止損斬倉連鎖觸發，成串人一齊瀑布式墜落。而嗰粒沙就係今次嘅強美元信號，再加上上調保證金，所以呢場插水唔係黃金唔值錢啊，而係地心吸力要你先跌翻落嚟先，升到咁癲跌落嚟咪冇人接咯。呢個就係金融江湖最冷酷嘅規律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咧嚇，
咁啊，隔離台大隻講咧，咁啊單單打打咁話咯喎，喂老李，你講到咁科學，但我點睇都覺得唔對路喎。阿 Walsh 提名，然後 CME 啊加保證金，你話巧合啊？3歲細路哥都唔信啦，呢度肯定有鬼嘅，佢想整死黃金救美元啊！好啦，我哋喺拆完上面嗰啲科學機制之後，接落嚟講講呢啲陰謀論嚇。咁啊，點解我話陰謀論呢？因為冇證據嘅，大家當故仔聽就得啦。首先咧，加按金嗰個芝加哥商品集團咧，即係 CME 啊，佢大股東係邊個啊？咪 BlackRock 啊、先鋒啊、道富呢啲老牌華爾街勁旅。咁啊，呢班大佬咧手持幾萬億美金債券，美元就係佢哋嘅命根。如果金價升到威脅美元嘅地位，你話呢班身兼股東同大戶嘅老闆會唔會俾 CME 坐視不理啊？呢啲就叫利益共同體啦。咁啊 Walsh 咧喺08年金融危機，佢喺美聯儲救市嗰陣咧，係派去華爾街嘅欽差大臣嚟啊！當時 CME 呢班大佬見到佢咧，都要客客氣氣嗌聲 Mr. Walsh 嘅。咁佢哋喺美聯儲嘅會議室入面一齊決定緊全球資金嘅生死。而家呢位老戰友榮升高位，佢要重振美元喎。CME 根本就唔使等電話到啊，自己都識做啦。喺關鍵時刻調高保證金，呢一份就叫政治覺悟啦，呢啲就叫人情世故啦。呢啲陰謀論咧嚇，不論真假都好啦，我哋啲普通人咧控制唔到喎。但係今次講咗咁多，其實已經有足夠嘅信號幫我哋提前預警㗎啦。喺度咧，我戴翻頂頭盔先。以下係賽後總結，係事後諸葛亮嚟嘅。第一個信號當然係急升嘅金價啦，升到咁直，其實咧已經入咗行內叫嘅拋物線衰竭啦。你想搏佢升多幾個百分點，食翻個尾水，但風險係你可能隨時回吐2-3成。咁啊，呢種贏係贏粒糖，輸係輸間廠嘅比例就叫盈虧比不對稱啦。貪最後嗰粒銅板，好容易變成高位接棒，幫人兜底。咁但係單一嘅信號咧都唔足以嗌我哋撤退嘅，仲要盯實第二個信號，美聯儲嘅人事風向。因為主席嘅任期喺5月到期，咁啊，罷工通常提前3到5個月咧就會提名新嘅人選。以今次為例，喺1月29號，即係大插水提前1日，就已經有主流媒體吹風點名噶啦。去到1月30號，白宮先正式官宣。咁而4位候選人4選1嘅消息咧，甚至提前到20幾號就有噶啦。好啦，點解我話呢一個係一個風險位呢？因為美聯儲佢代表嘅唔單止係美元，佢係代表全球資產嘅定價之矛。一旦換人，市場第一時間就會問啦：美元嘅節奏、資金嘅方向、風險資產嘅估值邏輯會唔會變？如果你倉位重嘅，呢條線你就一定要跟實。但如果你只係輕倉配置，咁你啊馬照跑，舞照跳就得啦。咁啊，順便提醒大家一句。黃金對於普通人嚟講咧，唔好當佢係短炒主戰場，佢更適合做配置，用嚟分散風險、對沖不確定性嘅。好啦，呢一集我哋坐喺榕樹頭，吹咗下呢場黃金插水嘅故事。咁啊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期見。